呢度係不合作社。今日咧，我想講下民粹主義。想做呢條片咧，主要係因為咧，我哋學校咧有個關於民粹主義嘅 group project 啦。咁我哋就讀咗呢一本書，叫做《解讀民粹主義》（What's Populism）。主要係講依家世界各地嘅民粹主義咧有咩特點啦，同埋民粹主義者都講咗啲咩啦，想要做咗啲咩啦，當權之後會做咗啲咩啦。同埋咧，我哋做一個普通人應該點樣去理解同埋同民粹主義者去對話同共處？好強力推介呢一本書嘅。今日咧就係3個問題啦。第一，民粹主義係咩咧？第二，民粹主義係如何影響當地嘅政治？第三咧，民粹主義同我有咩關係？其實我主要係想講第三點嘅。咁咧，為咗幫助大家了解咩為之民粹咧，我都係講少少嘅。咁民粹咧就係基本上就係19世紀發生嘅一種農民運動啦。咁同分田主義啦，同農民嘅權益係有好大關係嘅。咁主要係一啲有情懷嘅精英啦，去做一啲村社運動。嗰陣時咧，民粹主義咧仲係喺為邊緣嘅民眾爭取福利嘅一個社會動員技術同埋政治綱領。不過依家咧，我哋喺現代社會講嘅民粹主義咧，變咗成為一種為咗精英攞到選票嘅一種技術。佢以前都係一種技術，不過依家咧就變成一個純粹嘅技術，而失去咗佢某種價值。點解咁樣講咧？主要係因為咧，民粹主義咧係一個好冇核心價值嘅一個主義。佢其實某種程度上係唔配被叫做一個主義嘅。佢應該係叫做民粹嘅方式去做一啲嘢。首先啦，我哋要了解點樣去分辨民粹主義啦。民粹主義係一種比較特別嘅道德想像啦。主要嘅方法咧就係將一啲人定義為真正的人民，一啲人排除喺真正人民嘅範圍之外。嗰個統一人民嘅方式咧，係通過分裂出去一啲好似唔純粹嘅人民而達到嘅。咁呢樣嘢就好有問題。首先啦，你通過分裂去完成嘅一種團結係好脆弱嘅團結，因為咧你好難確定你團結到嗰班人咧係真正嘅人民。政治哲學家哈貝馬斯就講人民淨係可以係複數嘅，而就係講咧係冇一個單一嘅統一嘅一致嘅民意存在嘅。民意喺民粹主義者嘅角度講咧，好似係一個好客觀嘅、好已經就有嘅一樣嘢咯。咁民粹主義者通過統一咗嗰個民意，而令到自己嗰個領袖、嗰個精英集團可以去代表嗰個統一嘅民意。不過咧，我哋又知民意係唔存在嘅喎。咁你去話聲稱自己可以統一，聲稱自己可以做到統一，同埋可以實現嗰個民意嘅實際嘅目的係咩？為咗啲咩咧？個目的咧就係為咗去要過嗰個制度，去要過嗰個討論，去直接代表人民。所以咧，其實好多情況之下，我哋見到民粹主義者，譬如 Donald Trump 啦，佢會唔係好贊同，或者唔係好接受其他人對佢嘅挑戰，因為咧佢覺得我代表嘅美國人民係美國真正嘅人民。咁當然啦，佢都有攞到足夠嘅選票啦。不過咧，好多情況佢想創造嘅一套論述咧，就係講我其實係人民最正統嘅代表，因為我代表嘅係最正統、最真實嘅民意。不過咧，咁樣嘅一個道德論述咧，係未有經過一個討論，或未有經過民主嘅程序去做嘅，去得到嘅。所以民粹主義咧係因一個部分代表整體嘅以偏概全嘅一個主張啦。
同埋咧民粹主義有一種可以吸納其他意識形態嘅一個本領。點解咁講咧？係因為我哋見到除咗以 Donald Trump 為首嗰種右翼嘅民粹主義喺歐洲啦，喺其他地方都有出現嘅，仲有左翼嘅民粹主義啊！我哋可以思考下，我哋之前喺美國見到嘅EDI 平等、多元、包容，都係一種比較左翼嘅民粹主義。開促咧，可能係講要幫一啲弱勢嘅社群、性小眾啦、黑人啦、亞裔啦，去崛起啦，去攞到佢應該嘅權利。其實某種程度佢哋講緊少數族群都係人，不過咧後尾就變成少數族群先係人，或者先係被壓迫嘅人，先係重要嘅喺政治領域需要緊要關心嘅人。咁其他嘅人咧，好似白人中年男人係一個最大嘅精英集團，係壓迫緊我哋呢一啲受壓迫嘅底層嘅一啲性小眾啦，一啲我哋講叫身份政治嘅一啲群體。咁成件事依家就唔同咗，佢建立咗一套身份嘅認同，同埋建立呢一套認同嘅方式咧，係通過將一啲人定義為壓迫者，一啲人定義為被壓迫者做到嘅。所以我哋就出現咗左派嘅 cancel culture 啦。如果呢一個人係唔好嘅，如果呢個人係壓迫嘅，咁就唔係我們，唔係真正嘅受壓迫嘅底層人，係冇一個道德正確性嘅。不過呢樣嘢又講得唔係好有道理嘅喎，因為如果係一個普通嘅白人男性，咁我可能都未做好誇張、好壓迫其他人嘅行為，我淨係純粹和謝，我就係一個白人男性，咁我就已經被貼咗一啲壓迫者嘅標籤，咁我就某種程度上失去咗一啲我政治上發聲嘅權利，咁我一定會不滿啦，咁都造成咗後尾一種新嘅民粹主義，以 Donald Trump 代表嘅一種反潮啦。咁其實某種程度我哋見到美國嘅政治就好兩極化，就係一班民粹主義者用民粹主義嘅方式對抗咗另外一班左翼嘅民粹主義者。你咪可能想問，咁民粹主義真正嘅目標咧係咩咧？其實民粹主義冇咩真正目標嘅，民粹主義係一個手段，係一個工具。工具嘅使用就係民粹主義全部嘅目標。所以民粹主義咧係一個意識形態嘅寄生蟲，佢吸納咗唔同嘅意識形態，所以佢冇既定嘅一個意識形態，佢係一個技術。所以民粹主義當今咁興咧，咁流行咧，係因一個技術性思維、工具理性嘅一個勝利，一個流行。呢個咧就好似社會學家 Max Weber 所講嗰種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超過同埋 cover 嘅一個現象。咁我哋係唔係好關心一樣嘢背後嘅價值係咩？我哋主要係要實現個工具嘅可用性。工具只要可以動員到群眾，就係一個好嘅工具。我哋唔使理嗰個價值，嗰個真正嘅價值道德嘅目標係咩？不過咧，民粹主義最 tricky 嘅一樣嘢咧，係佢表現嘅形式係一個好正當嘅一個形式。佢本身係一個工具，佢個名叫做主義喎。所有主義都一定有一套觀點啦。不過佢嘅觀點唔係真正嘅觀點喎，佢嘅觀點就係抄咗一啲其他人嘅意識形態去做到自己嘅觀點。所以民粹主義係一個好狡猾、好 sneaky 嘅一個概念。佢譬如左派嘅民粹主義者用一個多元共榮嘅旗號去反對多元，去建立一套社會嘅兩極化，去挑撥民眾嘅情緒，令到自己可以成為人民嘅代表。而右翼嘅民粹主義咧，係用打住一個民主嘅旗號去反民主。
特朗普講我係真正嘅民主，我代表真正嘅民意。不過咧，其實佢嗰個民意咧係未有經過好實際嘅討論，同埋用咗好多社交媒體廣告、宣傳、政治宣傳去創造嘅一種民意，統一嘅一種民意。個民意中間嘅一啲唔同嘅意見已經消失晒。呢個同民主最本質嘅價值討論、充分嘅討論係完全相反嘅。所以咧，我哋就見到民粹主義其實係一個好 tricky 嘅嘢。佢點樣影響到我哋當代嘅政治咧？佢首先咧就係佢直接攻擊緊民主嘅建設。譬如 Donald Trump 啦，都要話翻佢。我哋見到喺2020年佢失敗咗第二次選舉啦。佢同佢嘅支持者，主要係佢嘅支持者嗰啲 MAGA fans，去衝擊咗美國嘅國會。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民主制度最脆弱嘅時候，即係民主個權力交替嘅時候，政黨輪替嘅時候。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有一種好不由分說嘅方式去衝擊咗個選舉嘅結果，咁係反對民主成個制度嘅正義，係可以講係美國民主歷史上一個好大嘅危機啦。同埋個危機仲未結束喎，我哋見到佢又重新翻到嚟美國嘅國會。咁呢一次咧會帶嚟咩影響咧？其實咧我哋仲觀察緊嘅，因為咧民粹主義動員嗰陣時咧係用咗一套方式，動員導致佢當權之後咧，可能又係另外一套方式嘅喎。所以咧就我哋要再睇睇啦。OK， 好啊，咁呢兩 part 咧就算講完啦。我主要係想講下民粹主義同我哋之間有咩關係。我一直都覺得讀政治學或者讀哲學啦、讀社會學嗰啲，其實唔係話好有實際用途嘅學科咧。主要嘅唔係為咗令到自己好似好犀利啦、好強大啦，可以聽得明一啲好人上人嘅理論啦。主要係因為嗰啲理論同我哋生活有好大嘅關係。攞民粹主義講啦，我覺得民粹主義唔單止係存在於美國嘅國會山啦，唔係單純於存在於俄羅斯嘅克里姆林宮啦。佢係一個我哋身邊就可以見到嘅一種民主嘅危機。我其實做民粹嘅研究嗰陣時咧，係去諗翻我之前喺中學嗰陣時，我係一個好中意搞社團嘅人啦。我就搞咗好多社團，其實大小小 formal 嘅 informal 嘅都搞咗。咁咧我就開速咧去用一種方式，就係用分裂去達到團結。9年級嗰陣時咧，我哋班級咧係入邊好多唔同嘅小團體嘅，咁我就好想團結嗰個團體。同埋嗰陣時咧，我啱轉到一間新學校啦，我就令到我係冇機會其實係我都係一個新同學嚟嘅。咁咧我就組建咗一個好似新同學嘅團體啦。然之後咧，大家好似好團結喎。不過咧，其實呢個挑動咗新老同學嘅矛盾啦。咁我嗰陣時有個好大嘅理想嘅，就係我要團結翻全班嘅同學。咁我諗住點樣先可以團結到全班嘅同學咧？我諗咗一個方法，就係建立一個敵人，建立一個我哋共同嘅敵人，咁就可以令到成班團結啦。我就係好簡單咁樣諗咯。後尾發現咧，嗰個敵人就係老師。通過大家一齊攻擊老師，不論係咪攻擊到都好啦，我哋就可以建立到個團結啦。後尾咧，我就發現其實做唔到嗰樣嘢嘅。我哋當時咧就簽咗一個電子產品使用同埋管理書啦，類似咁樣嘅嘢，承諾學生可以管理好自己嘅手機，同埋要求學生可以帶自己嘅電子產品包埋手機、電腦喺學校課室入邊使用。咁呢樣嘢喺個個社區係好大件事嘅，因為個社區好反對俾嗰啲細佬仔用手機嘅。
用電腦啦，唔好講住嗰啲。因為呢個概念特別新啊，所以咧就未有成功。不過咧，我就成功發現其實我哋可以通過嗰個方式，令到大家一齊團結起嚟去做一樣嘢嘅。So far 咧都唔算好危險嘅民粹主義嘅。不過咧後尾咧，其實班上嘅同學咧就發現，其實我哋可以通過分裂攻擊一啲其他人，通過排他性嘅行為去達到一種團結。咁我哋班級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分裂，性別之間嘅分裂啦。男仔有一次我哋喺菲律賓遊學啦，男仔咧就將一個手機抌到喺女仔嘅宿舍，5點鐘就開始響，超級響。然之後咧女仔咧報復男仔，將男仔水鞋咧都抌到嗰個隔離嗰個祠堂入邊。咁咧個爭端咧就不斷啦。仲有譬如新樓同學，即係9年級之前嘅同學同9年級之後嘅同學嘅爭端啦。同埋嗰陣時老師就不得不介入去解決問題。不過解決問題都好粗魯嘅，佢使用嘅方式就係懲罰咗一啲遷徒嘅人啦。不過其實好難講，因為大細好多嗰啲即係衝突喺發生緊，所以咧就好難真係處理到。然之後成件事之後咧，其實我好失望啊。不過咧，我都仲未可以講得好清楚嗰陣時到底發生緊啲咩？點解民粹主義嘅一種動員方式失敗咗？即係如果大家都搞一啲身份政治嘅嘢，咁其實我哋唔係通過分裂達到團結，而係達到一個好短暫嘅團結之後，面臨一個更加大嘅分裂。呢個係我學到嘅嘢咯。不過好可惜，就係我嗰陣時我表達唔到，後尾就學校咧出現過咗一個新嘅危機啦。有一班人咧成日會講，我哋最主要嘅嘢咧係就係要令到學校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咁後尾呢個意識形態咧就演變成為我哋可以不擇手段嘅去令到個學校延續落去，開促建立嗰個社區嗰個學校嗰種民主嘅意識嘅方式，一種喺一個相對比較思想單一化嘅社會底下，仍然可以做到嗰種多元思想嘅一個小社群嘅嗰啲初心咧，應該唔係話消失，應該係排斥到一個邊緣嘅位置。我哋社區嘅民粹主義者咧，就去對住一啲可能開促咗喺學校社區貢獻咗好多嘅人講，呢個學校唔係你一個人嘅學校喎，其實係我哋一齊嘅學校，我哋都希望呢個學校可以繼續延續落去。你見到其實喺一個小嘅社區入邊，我哋都可以將你、我們、佢哋分開，同埋呢個分開咧係好有意識嘅分開。如果你唔認同我哋嘅觀點，你就唔係我哋嘅人。你分開咗人民，或者分開咗群體一群同埋另外一群。咁民粹主義咧就 keep 住用自己嘅影響力，通過保守嘅精英，通過一啲社區嘅宣傳嘅機器，係令到大家都好似相信令到個學校嘅最純先係最緊要嘅嘢。我哋可以唔要住一啲民主討論啦，呢啲好嘥時間啦。我哋可以唔要住一啲人民嘅精神啦。我哋可以唔要住好多嘅教育理想上嘅嘢、價值上嘅嘢，而去追求一個另外嘅表面上被聲稱係一個群體單一致嘅價值。你係咪覺得好熟悉咧？其實咧，呢個就係我哋社區嘅民粹主義啦。我就自己覺得呢個係一種最純主義。咁我就唔知你喺你嘅社區，或者小到你嘅屋企嘅家庭入邊，會唔會有一啲通過將一班人同另外一班人分開嘅一個方式，係達到一種團結？不過咧，我想講咧，民粹主義俾我哋最大嘅教訓咧，就係我9年級嗰陣時做嘅嘢，其實通過分裂去達到團結，係達唔到真正嘅團結，淨係會達到更加多嘅分裂。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同民粹主義者相處咧？咁呢本書咧就講到一個概念，即係首先咧，我哋要好
感激民粹主義者嘅存在。有一啲人想分裂一啲人，表明咗一啲理想、一啲價值先係最緊要嘅價值，先係大家我們嘅價值。你要好關心呢個修辭，呢個好關鍵。另外咧，點樣喺面對民粹主義嘅時候，唔係變成民粹主義？尼采咧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入邊就講：你喺凝視深淵嗰陣時，深淵都凝視緊你。你喺同怪獸打交嘅時，你要小心嘅唔係你會俾怪獸打敗，而係你會小心你自己唔好成為怪獸。即係我哋同民粹主義鬥爭，同嗰種思維嘅簡化，一種工具性嘅理性去做鬥爭嘅嗰陣時，係要小心，唔好用民粹主義嘅語言、民粹主義嘅世界嘅框架去對付民粹主義。即係點講呢？即係如果一班人通過一啲民粹嘅方式，通過一啲宣稱自己有代表性嘅方式去排除我哋嗰陣時，我哋唔應該再建立一套新嘅共同體去排斥翻佢哋。嗰種就係用民粹主義嘅方式去對付民粹主義。要好小心，唔好抵抗民粹主義嘅時候變成民粹主義者。民主嘅真正嘅價值就係話俾我哋知，其實通過公開嘅充分嘅討論，我哋達成嗰種共識先係真正嘅民意。嗰個民意咧，唔代表所有人都係統一嘅，係一個最不壞嘅一個情況。因為咧，每個人都有機會參加個討論，每個人有機會去表達自己嘅意見。雖然我哋要作決策，可能真係要請一啲人去做決策，不過唔代表嗰啲人可以好隨意嘅去做一啲決策，而唔經過個討論。今日咧就係我關於民粹主義嘅分享啦。今日我哋就讀咁多啦。呢度係不合作合作社，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其實人民係福壽嘅。